Hello，正所謂潛意識決定命運，特別係你嘅財運。想唔想知道接下來你12月嘅財運會點樣呢？其實可以透過你無意識嘅選擇而反映到。今日我準備咗一個小測試，接下來呢會有4張圖片俾你揀嘅，你只需要揀一張你最中意、最有共鳴，就會透露住你12月金錢能量信息。令到你接下來啦個人更加清晰咧，去迎接宇宙嘅指示，令到你更加容易得到豐盛嘅。所以而家請你眯埋眼，大力吸一啖氣，忍住呼氣。好，開眼之後，請你見到呢4幅圖畫，請你揀一張你最有共鳴，直覺第一張嚇。第一下感覺係最準嘅，揀好未？接下來我哋會同你揭曉一下你12月嘅能量啦。揀咗第一幅山水畫嘅朋友呢，你嘅潛意識話俾你聽呢，你唔係冇運嘅，你只係時機未到。咁可能12月上旬嘅時候呢，你會覺得做嘢有啲棘，係嘛？原本以為可能到手嘅錢啦、合作呢，硬係爭咁一步。呢個時候呢，就係緩衝期嚟嘅。宇宙其實想呢個時候呢，你呢就要停一停，整頓好自己嘅心態，或者增值自己。如果你夾硬衝呢，反而呢會整亂成個局勢嘅。咁所以喺12月下旬啦，特別係聖誕嘅期間呢，只要你呢上旬啦忍得住手，去到下旬嘅話，能量呢就會開始活躍起嚟啦。之前呢棘住嗰啲資源啊，會開始流向你，特別係你會有貴人或者新嘅人物帶嚟一啲好好嘅機會俾你。咁記得要留意。咁而12月顯化嘅 tips 咧，就係你最大嘅敵人咧，就係焦慮，要學識放鬆啲，否則會一路嚇走啲錢嚟唔到嘅。我哋嚟緊咧星期5嘅直播咧，會教你點樣去克服一下呢個焦慮狀態。而揀咗第2幅圖竹林嘅朋友咧，你嘅直覺係好準嘅，竹咧係向下扎根，所以你12月嘅關鍵咧就係微小嘅進步。12月上旬你可能會覺得錢啊好似冇乜太大嘅改變，但其實你嘅潛意識咧係幫你集氣中嘅。喺呢段時候咧要仔細留意有冇啲小確幸、小嘅財運或者朋友還錢啊、積分回贈啊、優惠。要感恩呢啲細嘅錢，感恩呢啲細嘅錢咧，佢慢慢會越變越多，俾越多財富機會你嘅。而12月下旬開始咧，你就會開始有啲好消息啦。之前你默默耕耘嗰啲 project 啦，會見到有啲實質嘅回報，就好似竹咧，佢一開頭咧要好耐先生嘅，一生咧就一嘢咁爆上去，財運咧係會穩定上升嘅。咁而12月啦，你要注意嘅就係要有耐性，同埋咧就係要感恩少嘅錢。咁少嘅錢越感恩咧，就會積少成多，令到你嘅顯化變得更加快。揀咗蓮花嘅朋友咧，你本身個能量都 OK 嘅。蓮花出於淤泥而不染啦，代表可能你都會遇到少少嘅困難先可以見到美麗嘅風景。可能最近係咪有啲煩惱阻滯啊，或者好多嘢要解決呢？恭喜你，呢啲阻滯呢，其實係宇宙嘅小測試嚟嘅。只要你識得採取新嘅行動呢，清理咗之後呢，你嘅財運係會有突破嘅。舉個例子啦，借咗錢出去就唔好意思嚇，真係要問人哋，叫人哋還錢嘅。有啲説話呢，可能同上司、下屬、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嘅，你唔講人哋唔會明。真係要講出嚟。當你講出嚟，宇宙向你保證啦，凡事會比你想象中更加好。你越敢去面對，啲錢咧就嚟得越快。只要你上旬願意採取新嘅決定啦，做啲你平時唔敢開口嘅事啦，你下旬咧你嘅財運咧係會有好好嘅增長嘅，因為你做新嘅決定就會得到新嘅結果，你會收到好好嘅金錢消息。咁而第3幅圖嘅觀眾朋友呢，就係好多時顯化唔到呢，可能你有啲自我限制性
嘅信念啊。咁嚟緊直播，我哋會教你一個萬能嘅方法咧，可以幫你扭轉好多煩惱嘅。最後咧揀咗金色麥田朋友咧，就係一個都幾注重安全感嘅人咧。你12月嘅主題咧就係要學識接收啦嚇。咁你相信啦，可能你會開始懷疑，好似做嗰啲嘢好似冇乜聲氣、冇乜反應咁嘅。你而家做嘅係需要信任宇宙，信任你自己過去嘅努力係會得到回報嘅。信任你過去嘅努力就好似默默耕耘種嘢咁樣，雖然佢冇動靜，其實佢發緊芽嘅嚇，唔使咁急去催懷疑嘅，越懷疑越遲嘅。如果你唔懷疑嘅話，你12月下旬咧就會開始豐收啦。你會見到有穩定嘅正財收入，或者有啲長線嘅投資咧係有回報嘅。你只需要咧個人咧保持安定啦嚇，個心態要好平靜嘅話咧，錢咧係自然咁樣去流向你嘅。咁而第4組圖片嘅朋友咧，你最難嘅咧唔係去吸嘢，你最難係接收宇宙嘅豐盛。好多時咧，你都係唔覺意做錯啲嘢咧，令到自己咧係宇宙想俾嘢你，俾錢你，你都收唔到嘅。咁記得要留意我哋嚟緊嘅直播啦，就係會幫你解決呢個煩惱嘅。想喺2026年啦，掌握輕鬆顯化財富嘅密碼，記得要留意我哋嚟緊呢個12月19號星期五晚8點鐘就會有一場免費嘅直播，會教你輕鬆顯化招財。入面咧會講下咧點樣令到你個人咧可以神經系統放鬆嘅狀態去接受。你一班緊焦慮咧，你收唔到宇宙嗰啲錢嘅。一個萬能嘅方法啦，幫你解決煩惱啦。同埋咧就係90%人都會犯嘅顯化錯誤，呢啲我之前咧其實喺直播或者 YouTube 都冇講過，唔少係付費級嘅內容嚟嘅。咁如果想參加嘅 fans 啦，只要你咧就點擊 Telegram 嘅連結啦，留言 live， 咁助教就會令到你可以參加到。咁今次由於嗰個名額咧而家係得返50個位㗎咋，咁就會優先留俾一啲從來未參加過直播嘅粉絲啦嚇。咁希望可以幫到你哋。12月19號晚上8點鐘見，拜拜。